影響對佢印象。係，我諗佢可以表達，即係我哋香港教區嘅意見啦，同埋我哋香港我哋教友啦，係咪更加有代表性啦？陳日君下個月24號喺羅馬參加冊封書機典禮，成為目前唯一可以選教宗嘅中國代表。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文報導。陳日君經常評論社會嘅事務，佢獲委任為書記，會係唯一有權選出教宗嘅中國代表。雖然李嘉文報導。好核突。74歲嘅陳日君經常評論社會事務。74㗎啦，呢條我哋香港。你贏自己有位入去瞓啊，成日走上嚟啊！佢呢番言論令到本地督察協會同警察員佐級協會聯署發信俾教宗表達不滿。喺教育方面，亦都同政府細條水講，以佢為首嘅天主教香港教區入稟高等法院，指校本條例違反基本法。佢又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人聯署登廣告，要求有普選時間表。03年又呼籲天主教徒七一遊行。不過陳日君同教友行政長官新任期私人關係良好，佢自己亦都話過退休之後好想返內地。